后来继续来看，为着陈柏惟的罢免案，纳入之间的火势愈烧愈旺。国民党甲台北地检署去控告着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加重诽谤，原因是进前这个蔡其昌声援陈柏惟的时阵，讲陈柏惟毋是反对疫苗的采购，是反对着国民党要来买中国的科兴疫苗。国民党爱蔡其昌提出着证据。另外，台湾教授协会出面来声援着陈柏惟，认为这是报复性的罢免。反恶质罢免，声援陈柏惟。立委陈柏惟罢免投票，敢若剩10天。台湾教授协会嘛来相挺，讲这摆罢免是歹意的政治操作。这种权利在所有的国家的民主理论里面都是所谓预备的权利，它不是一个常态的权利。你以为你在落实民主、行使公民权利，其实你是在用公民权利摧毁你自己的民主。罢免是民主国家对待一个做不好的立委违反他的承诺，可是陈柏惟到立法院的表现，他不只是出席率100%，他也认真的做地方服务。学者出身的立委范云同款受到邀请来参加，除了学术团体传出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，嘛对这摆罢免正式表态。其实就已经说了，我们会全力支持陈柏惟陈委员，而且一定要来协助他这一次的罢免案，一定要动员哈。既然要攻的话，那当然我们就会全力配合，然后包括我们的组织，从里长、议员，然后到立委，到我们所有的社团，我相信我们都会配合陈柏惟的团队。只不过，同一时间，国民党团嘛到北检市零申告，全部是因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。因为之前蔡其昌公开表示，陈柏惟反对的是国民党要买中国的科兴疫苗。国民党团的总调费鸿泰讲这是不实指控，要告蔡其昌加重诽谤。这场罢免案嘛，互纳入之间这机会愈烧愈烈。